入住新開業嘅希爾頓惠庭酒店，打卡永慶坊騎樓，品嚐順德頂流豬肉河私房菜，行程亮點搶先睇。第一餐就嚟個大招，一人半隻紅燒乳鴿，外脆內嫩，搭配清蒸鯇魚、鴿腎煲仔飯，仲有老火慢燉嘅花旗參湯，鮮到飛起。飯後漫步西關廣韻永慶坊，90年歷史嘅恩寧路騎樓，粵劇藝術博物館入面，聽一曲婉轉粵劇，時間好似撳慢咗播放鍵。晚餐享用紫蘇白貝炆鴨燕，鴨肉酥爛入味，白貝鮮甜爆汁，搭配老火冬瓜豬骨湯，每一啖都係廣府家常嘅溫暖。夜晚入住2024年全新開業嘅里水希爾頓惠庭，標準雙床房空間闊落光猛，整體乾淨企理，旅居體驗超正。大床房配有柔軟梳化，房內自帶咖啡機即沖，微波爐翻熱宵夜超方便。酒店公共區域更加有免費咖啡機、糖水任飲，仲配備健身室同洗衣房，出行更省心。最令人驚喜嘅係酒店直通商場，行街購物零距離。第二日朝早享用酒店豐富自助早餐，中西款式多樣，熱食凍盤齊全，滿足各地旅客口味。重頭戲嚟啦！順德必打卡嘅豬肉河私房菜，環境雅致如園林，招牌燒鵝皮脆肉嫩，鹽水雞鹹香入骨，蜆肉生菜包鮮到跳腳，連老火湯都飲得出匠心。呢一餐直接封神，下晝自由打卡歡樂海岸 Plus 山黑布燒燒滯，就算落雨都唔怕。大巴車貼心配備領華大雨遮，全程暖心護航。即刻報名，開啟你嘅廣府美食文化之旅啦！口味一流 ，very good，very good，very good，味道都還可以啊。味啊 OK 啊，而家全部都清晒啊啲嘢，全部都係食啲嘅。OK，味道，下次再嚟可以。秒速關注更多筍嘢，跟實領華旅遊社。